已经做到我们那边了。对啊，上个礼拜。那我先走，因为我慢慢走，所以我要先走。好，第三首歌。没，就这样交换了。没有啦，做好。我先讲了。好。那你是要第三首歌叫《你的斯奈》。我们先换个位置，再跟大家。对，我的乐团特色就是没有固定的乐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乐团的定位是什么。是妈妈。哎，我妈有来呢。掌声给我爸、我妈、我姐姐、我姐姐还有这子女，辛苦他们了，被骗，被我骗。其实你们也可以换位置啊。下首歌换我位置。好，交流一下嘛。叫做《打斯奈》，是来自于一个叫凯纳的哥哥创作的。这首歌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欢乐，一起来唱歌。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，或者不管是用哪一个言语，但是另外一个反面的是要告诉我们，就是当下在发生事情，说怎么没有人在唱歌了？然后他自己是属于台湾跟台湾主办的一个活动，为什么我们自己唱歌跳舞的人越来越少了？他就用这首《斯奈》来呈现，跟大家分享。听看看，好紧张啊！因为更暗了。哎呀！